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美喙，台语安尼写美喙。华语的扁嘴、撇嘴，台语讲美喙。什么款的状况下会美喙呢？第一种美喙，因为不开心想要哭，因为无欢喜想要哭，尤其是囡仔上会美喙。两回月生啊，三地人属于一个，只要无顺伊的意，就美喙。囡仔囝摕刀仔咧耍真危险，大人甲刀仔甲摕走，就美喙骂骂号。第二种的美喙，因为不认同、看不起，是一种轻蔑的表情。因为无认同、看人无目的，迄种的美喙是一种轻视的表情。你讲甲全道理了了，伊是太美喙，根本无咧甲你信道。人甲你讲是为你好，你唔通安尼美喙甲人配上，无要接受。有一句俗语：有钱古半路子，无钱古喙哪美。这字字白话就读字，文音读接，所以字接接洽周旋，台语安尼写字接。好爷阿哥要回娘家，后头专工派人去半路啊，甲迎接甲欢迎。若是善食阿哥要转来，喙是安尼美哦，美喙气咸，念讲是转来要创啥，加食了美的。所以嘛有一句俗语讲：无钱哦，人上惊。啊，其实哦，无钱，惨鬼就惊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美喙实在真趣味。